本台時事節目《澳門論壇》上，多個市民認為警隊形象欠佳，有意見認為近期警方嘅負面新聞係同內部管理文化同機制有關。西望洋風山事件，副局長酒後訓示警員，治安警接連涉及呢兩宗事件，有市民話事件已經影響到警隊嘅形象，亦都認為呢一啲只係冰山一角，質疑警隊執法同埋管理文化出現咗好多嘅問題。而隨住終審法院早前裁決允許市民喺西望洋花園集會，有時事評論員就認為症結嘅所在係警隊管理欠缺透明，同埋警監會監督不足。亦都有學者認為掌上壓事件或多或少披露咗警隊內部嘅矛盾。就係兩邊都係有啲情緒，或者我唔憤氣你做呢個行為，所以我爆你。而警務人員協會亦都認為近日嘅事件已經令到警隊形象負面，應該檢討現時嘅機制。存在的確係呢個管理一個問題喺度嘅，毋庸置疑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嗱，當然啦，我自己本人都係以警務角度去睇現存嘅管理咧。嗰個文化咧，其實有進步緊嘅，因為你睇到咧，即係以往嘅佢哋嘅警隊嘅特別係高層咧，個學歷咧係唔高嘅。而家睇到咧，警隊咧嗰個文化程度啦、學歷咧，咁相對提高咧，應該喺某種角度睇咧，應該係樂觀嘅。咁但係出現呢啲具體情況，產生一啲負面嘅一啲影響咧。我相信應該警隊應該亡羊補牢啦，同埋咧應該檢討下未來嘅機制點樣去改善。本台曾經邀請治安警察局出席節目，不過當局就以工作為由未能出席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曾正義報導。